来到苗栗台三线客家浪漫走廊，有一半已经成为了我的背景。突然有点舍不得，希望浪漫可以延续，不自觉放慢了速突。一旁峨眉湖畔的美景逐渐静默在夜幕之中，似乎也在告诉我今天的行程该画下句点了。嗨，颖杰，非常欢迎，好棒！今天比较晚一点，来，我们要填一下那个住房的资料。好啊。对，那这中间有包括，因为我们有包括那个早餐的介绍。对。好啊。好，我们大概填一下，然后那个早餐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我们有全素的，或是有不吃辣，或是什么？基本上你推荐什么我吃什么，因为一走进这里我就觉得属兔 Monday away， 所以我觉得一切就照你的。太好了，对。花团锦簇之后，沿着小径直行，竟是一大片的草地，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舒爽。缓缓移动脚步，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小空间。这儿的摆设有原木的粗犷，有极简的奢华，每一个小细节，民宿的主人都以他独到的眼光，营造出静谧的气氛。我左逛逛，右看看。终于挑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落，拿起书就不舍得放下了。我觉得这个瓷器真的是好漂亮哦！谢谢，怡姐你赶快吃，因为我们是英式田园下午茶，所以餐具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绿豆糕，它完全没有加任何一滴油，真的纯天然。对，赶快补充能量。冰的耶！对啊，骑单车的人特别需要补充能量。而且需要冰的，但是又不能吃了会胖的。其实一靠近在山峦间的这间民宿，立刻被艺文气息包围着，浓厚到喝茶的杯子、精致的小点，还有主人的谈吐都沾染上了，一切都让人想放慢速突，停在这最美的瞬间。我觉得来到这里啊，就慢慢的品尝你慢慢做出来的心意。我觉得来到这里真的是属兔 Monday way， 太棒了，谢谢你。挥别了一路冲刺，速突 Monday way， 慢到能好好欣赏风景，慢到能细细品尝独处，慢到拥抱一夜好眠。